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一方面有人冒着大雨喺街頭排隊闖666蚊嘅電視，另一方面樓上星巴克總公司又喺度瘋狂炒人？到底香港嘅實體店係咪真係會變做免費陳列室？今日同大家講下呢個真係睇到人心驚肉跳嘅畫面。呢兩日如果你有經過灣仔，或者睇過網上面嗰啲短片，你一定會覺得成個香港嘅商業社會好似分裂咗做兩個世界咁，一邊係熱火朝天，另一邊係冰封千里。呢種強烈嘅對比簡直就係現時香港經濟最真實嘅寫照。我哋先講下灣仔街頭嗰個極其震撼嘅畫面。嗰日明明落着大雨，天色陰陰沉沉，但係灣仔街頭竟然排咗一條幾百人嘅長龍，有老人家，有年輕人，甚至有啲穿着西裝嘅打工仔，大家遮都唔打，或者求其拎住把遮喺度撐住，成身濕晒都要喺度排隊。到底排緊乜嘢？原來係京東實體店喺灣仔搞開業優惠，推出咗一個震撼全港嘅666闖電視活動。666蚊買一部智能電視。喺香港呢個消費水平咁高嘅地方，你平時去酒樓食餐飯，去超市買幾條魚都可能要呢個數，依家666蚊可以搬一部大電視返屋企，難怪成班人冒着大雨都要去排隊闖。但係大家只要抬一抬頭，睇下呢個城市嘅另外一面，心裏面嗰種涼意就會頓然生起。就在同一年，同一時間，全球咖啡巨頭星巴克嘅總公司正在進行一輪又一輪嘅大規模裁運，好多喺入面做咗好多年嘅老員工，一夕之間就收到封解雇信包，款款要走人。星巴克呢種全球頂級嘅跨國大企業都要瘋狂炒人，證明成個環球經濟同消費市場嘅寒冬願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嚴峻。一邊係平民百姓為了幾百蚊嘅折扣喺大雨之中排隊闖貨，一邊係高樓大廈入面高薪厚職嘅白領面臨失業風險。呢種冰火兩重天嘅極端現象，正正折射出香港現時面對嘅巨大轉型期。講到京東今次殺入灣仔，呢個動作絕對唔係求其開間新店咁簡單，呢個係中國電商巨頭向香港本地實體零售業發起嘅一場全面進攻。大家都知京東打嘅就係1000億補貼呢張牌，以前香港人買家電，要麼去豐澤、百老匯，要麼去灣仔電腦城或者深水埗鴨寮街，大家習慣咗實體店嗰種即買即拎、有保養嘅消費模式。但係呢幾年電商越做越大，香港人越來越習慣上網買嘢。今次京東直接喺灣仔開體驗店，將內地嗰套1000億補貼嘅玩法原汁原味搬到香港，用一種極度震撼嘅低價策略，直接攻破香港人嘅心理防線。當電商巨頭將實體店當成體驗中心，將價格拉到去低至666蚊部電視嘅時候，香港本地傳統嘅實體鋪頭又應該點樣生存？好多喺灣仔、銅鑼灣做零售嘅老鋪，依家最怕嘅就係香港嘅實體店徹底變成免費陳列室。咩叫免費陳列室？就係顧客行入你間鋪頭，用你嘅冷氣，試你嘅產品，問你嘅人工好詳細嘅功能，甚至將成部機摸來摸去。但係當佢哋決定要買嘅那一刻，佢哋唔會喺你間鋪頭掏錢包，而係即刻拿出手機，打開京東或者淘寶，對比一下網上面嘅價格，然後喺網上面下訂單，直接送貨上門。實體店付出了高昂嘅鋪租、人工、水電費，最後只係幫網絡平台做咗個展示產品嘅陳列室，自己卻一分錢都賺唔到。呢種商業模式對傳統實體店嚟講，簡直就係毀滅性嘅打擊。如果我哋將時間線拉長少少，睇下呢幾年香港零售業嘅演變，你就會明白點解大家會有呢種深沉嘅危機感。以往香港一直被稱為購物天堂，由80年代、90年代到2000年代，香港嘅零售業經歷過無比輝煌嘅黃金時期。嗰陣時銅鑼灣、尖沙咀嘅鋪租係全世界數一數二咁貴，金鋪、名牌店、電子產品店開到街頭巷尾，每日都有成千上萬嘅旅客同本地人喺度消費。但係隨着互聯網經濟嘅崛起，加上過去呢幾年環球經濟大環境嘅改變，消費者的行為習慣發生了根本性嘅逆轉。現時嘅香港消費者越來越注重性價比，以前大家買嘢講求牌子、講求體驗、講求即時滿足感，但係依家喺經濟下行嘅壓力之下，大家口袋裏嘅錢緊咗，花錢變得越嚟越謹慎。
當大家發現網購嘅價格可以比實體店便宜30%甚至一半嘅時候，嗰種對品牌嘅忠誠度同對實體店嘅依賴感就會瞬間瓦解。尤其是年輕人，佢哋係看着智能手機長大嘅一代，對佢哋嚟講，網購係再自然不過嘅事。實體店如果缺乏獨特嘅附加價值，根本吸引唔到佢哋留步。而星巴克總公司嘅大規模炒人事件，更加係向全社會敲響咗警鐘。連星巴克呢種主打第三空間、擁有一大批忠實粉絲嘅全球巨頭，都要靠財運縮減開支嚟擁持利潤，咁其他中小型企業嘅生存狀況可想而知。星巴克代表嘅係一種中產階級嘅生活方式，一種願意為了環境同體驗支付高日價嘅消費習慣。當星巴克都要面對業績壓力而選擇瘋狂炒人嘅時候，反映出嘅係整體中產階級的消費力正在萎縮，大家開始減少呢種非必要嘅高日價消費，轉而追求更加實在、更加有性價比嘅產品。京東殺入灣仔，表面上係一場商業促銷，背後其實係整個供應鏈同商業模式嘅擁堵的打擊。內地電商擁有一整套龐大而高效嘅供應鏈體系，可以做到極致嘅成本控制。當佢哋帶着1000億補貼嘅資本優勢進入香港，直接喺香港最繁忙嘅商業區開店，呢種前店後倉加上線上線下融合嘅模式，對香港本地嘅中小型零售商嚟講，簡直就係一場毫無懸念嘅降翁打擊。香港嘅鋪租同人工成本高昂，傳統零售商如果只係靠買肉差價嚟賺錢，喺供應鏈優勢極其明顯嘅電商巨頭面前，根本沒有任何還手之力。面對呢種強烈的冰火兩重天格局，香港嘅實體店到底應該何去何從？如果一味埋怨市道唔好，或者指望顧客會因為情懷而繼續光顧，顯然係極其不現實嘅。香港嘅實體店必須進行一場深刻嘅轉型同變革。實體店如果唔想變成單純嘅免費陳列室，就必須提供線上平台無法取代嘅價值，例如極致嘅個人化服務、獨一無二嘅現場互動體驗、即時嘅售後保障，以及建立強有力的本地社群連結。如果一間鋪頭肉嘅嘢喺網上面隨時隨地都可以用更平嘅價格買到，而且沒有任何獨特性，咁被時代淘汰只係自早嘅問題。同時，香港嘅打工仔同創業者亦都要重新思考自己嘅定位。喺呢個大變革嘅時代，舊有嘅成功法則正在快速失效。過去靠做中間商、靠資訊差賺錢嘅模式已經難以為繼。無論係喺高樓大廈入面對財運風險嘅白領，定係喺街頭面對電商衝擊嘅小商戶，都必須擁抱科技，提升自己嘅競爭力，學會利用互聯網工具來優化自身嘅業務。大宇之中排對倉666蚊電視嘅畫面，同樓上星巴克炒人嘅消息交織喺一起，形成咗這個時代最真實、最殘酷也最具啟發性嘅縮影。呢個時代既充滿了前所未有嘅挑戰，亦都蘊含着商業模式重組嘅巨大機遇。香港呢座城市在過去100多年間經歷過無數次嘅風浪同轉型，每一次都可以喺困境之中找到新的出路。今次面對電商大軍嘅強襲同全球經濟寒冬嘅夾擊，香港嘅零售業同市民大眾能否再次展現出獅子山下嘅韌性，喺冰火兩重天嘅逆境之中破局而出，將會有待時間同市場俾出最真實嘅答案。